藏族网红武加莫。对了，他不是藏族，而且是彝族，他是卓热查某团队的成员，在抖音上以跳藏族舞蹈而受到关注。武加莫来自四川省彝族自治州岳西县，他经常在网络上发布藏族舞的内容。他舞姿优美，表演流畅，完美展示了藏族舞的美，是一个极好的舞蹈天才。让我们在舞蹈中领略他的美吧。
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